好多投資者中意高追分紅 ETF， 聽到好似分紅有10%、20%， 甚至超過100%， 好似日日收錢咁爽。但你有冇諗過高分紅嘅背後其實暗藏風險呢？例如 TSLY 呢隻係 Tesla 做標的嘅，分紅率接近120%， 聽到好似好吸引咁。但係佢嘅淨值由41蚊跌到落去8蚊，3年內就貶值咗80%。你收咗嘅分紅本金就蒸發咗，究竟賺唔賺到錢呢？再睇 NVDY， 即係 Nvidia 嘅 ETF， 就算分紅高，淨值都係一樣縮水。點解會咁呢？因為呢隻 ETF 大多數係用緊 covered call 嘅策略，透過賣出股價上升嘅機會，但穩定嘅期權金。問題係 covered call 嘅策略只適合於市場唔升唔跌嘅時候，一旦市場大升或者大跌，基金嘅資產就會縮水，尤其是喺跌市嗰陣，分紅未必足夠彌補損失。如果選擇 covered call 嘅策略，最好就係揀大盤指數 ETF， 好似追蹤標普500呢啲，波動細、風險低、穩賺嘅機會高。所以金仔提醒，唔好淨係望住派息有幾靚，要睇埋個 NAV， 即係資產淨值有冇一路縮水。分紅高加 NAV 唔跌先至叫健康，分紅高加 NAV 借緊就係毒藥啦。你會考慮投資高分紅嘅 ETF， 定係避開陷阱呢？留言話俾我知啊！我係金仔，下集見，拜拜。